多朋友吸引到嚟我呢個視頻，都係因為我哋今日第一個主題非常精彩。點解你可以極速夢想成真？咁當然呢個名字亦都係嚟自我好多嘅學生，佢哋覺得呢個名字最能夠解說到我教嘅嘢，因為佢哋都已經極速夢想成真。咁各位點解可以極速？用我嘅詞語就係 instant，即時。即時呢個字我知普通話唔係多用，不過我哋香港人好中意用即時生效，即時實現你嘅渴望。我哋呢個世界根本冇時間呢樣嘢。如果你諗下，當你同我一樣係中港台位置，我哋依家身處嘅呢個地方，同歐洲距離6個小時，同美國嘅東岸距離12個小時，同美國西岸距離15個小時，同澳洲距離3個小時。嘿，究竟時間係一回事，我可唔可以翻返去1個鐘頭之前嘅我？例如各位依家喺度聽緊我嘅廣播，你可唔可以翻返去1個小時之前，或者喺呢個廣播開始之前嘅你自己？又或者未來我可唔可以去到未來1個小時之後嘅我？咁如果唔可以嘅話，即係永遠都只有當下呢一刻，而當下嘅呢一刻有所有無限嘅可能性已經存在咗，冇嘢要創造，已經存在咗。最近我聽好多我嘅同僚啦，又或者係我嘅同伴啦，我嘅兄弟姊妹啦，喺其他嘅英文平台裏面，中意用呢個 quantum leap 呢個字，我都好中意。又或者所謂平行時空，即係話我哋有好多嘢係我哋眼睇唔到、耳聽唔到、手摸唔到，但係都仍然存在。尤其是係你渴望要得到嘅實際體驗，即係你見到你銀行唔中意一個戶口嘅數字咧，你要嘅數字已經喺度。你見到你中意嘅愛人唔中意嘅人，你中意呢位愛人嗰個版本嘅佢已經喺度，唔中意嘅人佢完美嘅版本亦都馬上創造咗出嚟。所有你渴望要達成嘅一切結果已經完成咗，成功咗，喺度等緊你接受。咁我哋唯一要做嘅係咩咧？就係接受咁簡單。接受咁簡單係咪太容易咧？當然啦，我知道接受呢2個字大家聽到吓，你講咩話？不過接受係一個好獨特嘅技巧，而都係我準備喺所有嘅主題裏面，所有嘅細節生活嘅點滴分享乜嘢叫接受。我又稱為一個答案嘅模式。最近我嘅學生亦都非常之熟習呢個嘅詞語，答案模式。依家呢一刻實現咗我自己嘅理想。我呢個理想咧喺14歲嘅時候已經開始咗。當時嘅我咧喺香港有位好有名嘅紫微斗數師傅，當時嗰個年代都已經收2000幾蚊1個小時，真係好有名嘅一個師傅。我當時媽媽帶我去睇呢個師傅，佢俾咗個好好嘅命盤我。大學咧就會遇上你嘅金龜婿，呢個係佢用嘅詞彙啊。即係話咧，你讀大學嘅唯一原因就係要遇上你嘅另一半，然後你就會結婚，跟住你以後就會做少奶奶。當時翻到嚟屋企嘅時候，完全唔能夠相信，點樣可以有個咁悶嘅生命嘅？冇可能我會接受到一個咁悶嘅生命，冇可能。時有一刻非常清醒、非常清晰嘅覺知，係每一個我哋要嘅渴望都能夠有非常之保證嘅方法去實踐。而呢個方法唔係你嘅努力，唔係你嘅推動，唔係你推動力，唔係依家要向上，又唔係要打崩頭，係我哋要知道呢一個嘅生命係點樣行使，然後1、2、3、4、5會有一個非常有保證、非常精準嘅方法嚟到實踐、達成、實現
變成你鍾意點樣叫都好，夢想成真。到我入大學嘅時候，當時我喺澳洲嘅一個好有名嘅大學裏面讀法律。咁咧，19歲嘅我當時咧已經係就返法律學院。夜晚就所有我嘅同學咧嘅屋企人就會請我去食埋飯，因為佢哋想我做咩咧？我已經好能夠畫12星宮，我能夠睇塔羅牌，我能夠接收天使訊息，我已經即專業地做到呢一啲嘢。直至到22歲嘅時候，呢個答案終於出現咗。當時嘅答案形成咗依家喺生命嘅每一點滴一樣咁樣，用一個非常有保證嘅方法，喺我過去嘅25年嘅體驗裏面，25年我去實踐呢個嘅生活方式。我喺美國嘅紐約，而且喺英國同威爾斯，喺澳洲嘅新南威爾斯嘅律師，我幫助好多公司包括喺紐約啦、喺倫敦啦、喺香港嘅交易所上市，亦都幫助公司發行股票同發行債券。我喺一個非常之有邏輯嘅背景嚟到呢度，而我嘅背景證實咗俾我睇，就算以一個最有規範嘅行業嚟講，法律非常有規範嘅一個行業，唔單止法律上、政策上、行規。呢個世界除咗我之外，冇另外一個人有自由意願，只有我一個人有自由意願。你想象到嘅行規全部唔存在啊！我有一位嘅學生，啱啱只不過係上個月識，醫生話佢媽媽患咗癌症，做咗化療之後都得返幾年嘅生命。呢位學生非常之崩潰，而我以前過去用嘅技巧佢都用唔到，因為佢嘅狀態。所以我又創造一個更加適合配合佢嘅版本嘅我，一個新嘅版本嘅 Angela， 一個更好嘅老師去幫助佢達到佢要嘅目的。我嘅方針好清晰，我話俾佢知，你知道媽媽有病嘅時候，咁即係話一個完全健康、從來冇生病嘅媽媽已經存在咗。而喺2個禮拜之前，佢話俾我知，我同媽媽去醫生嗰度重新攞佢嘅化驗報告。醫生話癌細胞消失晒，可以話之前嘅醫學報告係錯誤嘅。以前嘅醫學報告係錯誤，即係話媽媽冇病過。有另外一個嘅例子，就係我有位學生，佢需要喺5天內創造5萬蚊。當然我知5萬蚊唔係好多錢，咁都係一筆錢。5日內創造5萬蚊，大約1個鐘頭。只不過係我將佢放喺接收嘅位置，怎料5日之後嘅佢嚟話：老師，真的太快了吧！我的5萬蚊真係出現咗，我仲唔知道佢喺邊度出現，所以買咗幾百蚊彩票，哈哈哈哈哈！又有另外一個例子，都係近期嘅，有位學生喺北京，佢因為擔心衰老嘅問題，佢已經經歷咗中年期，所以佢已經停咗經一段時間。又同佢做同一樣嘅技巧，喺5日之後，佢嘅經期翻嚟，回復翻佢理想嘅身體。當然啦，每一個人要嘅嘢唔同，但係冇一樣嘢離開呢一個咁有保證嘅1、2、3、4、5嘅法則。所以歡迎各位嚟到 Angela 的神奇世界。既然你知唔知道都一樣發生緊，不如知道好過唔知道啦。